黃老師，你部粵曲潮上演，俾我做男主角好唔好啊？你做男主角唔得啊！唔係唔得，你先過一過我哋團呢3個青年演員嘅關先。落花滿天蔽月光，全心盼望能同合裝。哇，開頭係子喉係女聲嚟㗎。係啦係啦係，細細個咧我就發覺自己係可以唱到子喉，亦都係家族職業啦，我哋嚇。哦，即係你屋企人就係唱粵曲嘅。係幾多代啊？唱咗係3代。 3代啊！我試一試啊！落花滿天蔽賣荔枝，身外是張花紅皮。身外是張花紅皮。你個流行性嘅啫，呢個流行唱法。你係9歲開始學粵曲啊？係，我自細我就好中意唱歌嘅。02年就入咗嚟廣東音樂學院係啦，喺度23年喎。除咗從事廣東音樂區團嘅工作啦，咁我都引申係去做教小學啦、中學啦、幼兒園啦，教佢哋唱粵曲啊？係。所以你最細嘅學生係幼兒園嘅小朋友嚟嘅，3歲。係。耀天到你啦喎，你有咩特長啊？我驚嚇親你。哇！師傅，夠唔夠靚啊對鞋？擦鞋，學到未？喂，耀天你擦鞋擦到男主角咁犀利啊？哎呀，梗係啦，講笑嘅啫。其實咧，我呢世人我最唔識就係擦鞋啦。點解咧？但係我係學表演噶嘛，我咩都似噶嘛，啱唔啱？哦，入曲藝團之前你已經出道做演員啦。係。咁啊，點解後來又要入曲藝團咧？因為我老婆係粵劇團嘅，我大女係學粵劇，喺粵劇學校，所以咧我好想即係話將呢份事業再做深啲。曲藝團咧係我哋廣州為數唔多嘅一個粵語團體，純粵語團體。成立曲藝團咧係1958年11月30號，一直到而家，我仲喺廣東音樂學院見證咗我哋曲藝團幾十年嘅。67年咯喎，整整67年係一代一代咁樣堅持到而家，所以而家呢個我哋呢個5月底有個粵曲潮，呢個戲咧係講我哋音樂曲藝嘅成長過程。所以我哋廣東人咧要嚟撐我哋自己嘅音樂曲藝作品嚟睇粵曲潮啦。講得對。